食水的來源。香港淡水資源短缺，政府在多處興建水塘，將雨水儲存起來，同時向廣東省政府購買東江水，穩定地為市民供應充足的食水。食水的處理，水流經不同的地方，會混入了細菌和其他雜質，因此水塘的水必須經過濾水廠處理。我們應該把食水煮沸後才可飲用。香港每天都會用大量的水，但淡水資源短缺，所以我們要養成節約用水的習慣，切勿浪費。減少污水，住宅和食肆的污水、工廠的工業廢水等，都可能污染水質。受污染的河流或港灣，不但影響環境衛生，還會妨礙人們進行水上活動，也會導致魚類死亡。人們吃了受污染的海產，可能會引致食物中毒，影響健康。身為地球的一份子，我們應該盡力減少製造污水。